好，又嚟到160嘅軍票庫啦。咁今日咧就係要開2盒嘅 ST09同埋1條嘅 PB02。今次 ST09咧係豪華版嘅 starter 嚟嘅，除咗多咗卡咧，仲多咗色仔。咁我自己覺得今次個色仔咧係好靚嘅。咁一如既往啦，同之前一樣都係一包抽抽包。雖然係多咗卡啦，咁但係有一大部分咧，其實都係 reprint 嘅新圖，有冇誠意定係割韭菜咁就見仁見智啦。大家應該都睇咗 ban list， 有啲咧同我哋諗法有啲唔同。原本同啲卡有討論咧，會唔會係限1啦，或者直接 ban 啦，或者 AB 表，最後只係 Corsica 基地限2，太空坦克竟然冇事咯。老實講，我覺得有拼1、2係有啲太超值了吧。基地限2對快攻的影響唔大，落返2張白色基地就係、而且某啲情況下白色基地其實仲好用過 Corsica， 所以去到 GD04 砌 deck 都仲係會以過到快攻為大前提。呢次 ST 係過去幾 set 嚟講咧，效果算係幾好啊！加埋 GD04 命運作為高廢機，只要對面唔解咧，就每 turn 可以拉機出嚟，而且脈衝又可以拉命運出嚟。唯一問題就係唔夠人用。而家睇咧，玩佢哋都係要紫白，池外堆焚加8張3224嚟防快攻。不過男子解 block 卡嘅手段咧仍然好多，所以下個 meta 係點咧？大家就拭目以待。OK， 咁而家就係開呢個鐵血10週年禮盒啦，好靚啊！今次個包裝都咁呢一個相信咧，大家都係會拎嚟做卡條嘅。咁一打開啦，同之前一樣啦，都係有個 paymat 啦。一如既往 paymat 都係群像啊！本人好中意群像，但係並唔中意群像嘅周邊。跟住都係有卡盒啦，跟住有呢個卡套啦。拍下突然間醒起，上次 wing 嗰條咧，原來我冇拍到片開咯，好似因為我太遲先去攞啦。多謝大家睇我哋條片啊，係咪啊，格格？我哋下條片見啦，大家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comment。